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逢星期一嘅中銀直播間嘅時段啦。我係中銀國際嘅朱紅 Nicky 嘅。我哋今日嘅節目內容咧都係非常之豐富嘅。一陣咧，我咧就會同另外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分析下港股同埋美股嘅近期嘅市況嘅。好，咁啊，其實進入咗2026年啦，咁其實大家都會發現到啊，今年個市場嗰個投資嘅主題咧，已經由舊年嘅一啲嘅追求一啲嘅高增長嘅一啲嘅行業板塊啦，已經轉移到去一啲嘅能源啦、石油啦、一啲嘅避險嘅一啲嘅相關嘅主題當中嘅。咁其實都會睇到啦，國際油價方面嘅話咧，亦都由今年嘅年頭啦，$70嘅一桶嘅水平啦，亦都係升到近期啦，咁超過$100嘅美元樓上。咁其實全球嘅一個市場嘅一個主題咧，亦都係譬如今年嘅1月份啦，委內瑞拉嘅事件啦，當中石油咧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主要嘅一個誘因嚟嘅。咁嚟到近排嘅一個2月尾啦，中東嘅一啲嘅戰事啦，咁其實市場嘅一個焦點咧，亦都繼續喺一啲石油相關嘅一啲嘅板塊身上。咁其實國際嘅油價方面咧，亦都係受到中東嘅一啲嘅戰爭嘅事件影響啦，令到霍爾木茲嘅一個海峽受到運輸受到阻礙。其實都會見到，其實中東方面啦，如果由石油出口全球嘅話咧，你都會知道相關嘅一個海峽咧係已經佔咗全球90%以上嘅運輸嘅情況。咁所以都直接影響到全球嘅一啲嘅石油嘅一啲嘅輸入嘅一啲國家，譬如包括日本當中啦，其實近排亦都有消息睇到，日本方面嘅緊急嘅石油嘅儲備咧，只係可以夠大概200日左右。韓國方面咧，只係大概60日左右。而喺菲律賓方面嘅話咧，其實近排咧更加宣布咗能源係進入咗一個緊急嘅狀況。咁該國嘅石油儲備最多係可能個零月左右嘅情況。咁其實今日嚟講嘅話，咁睇翻中東嘅事件嘅情況影響啦，其實都見到胡塞武裝亦都加入咗，咁所以令到紅海另外一個石油嘅輸出嘅一個主要嘅海峽啦，曼德海峽咧，亦都有機會受到影響。所以見到其實今年嚟講嘅話咧，市場嘅方面嘅話咧，其實嗰個投資焦點，其實大家都會建議翻，可能會將一啲嘅能源啦、石油啦擺翻落去大家嘅一啲嘅投資組合當中嘅。咁其實都我近排亦都分析睇到一個數據啦，咁係由彭博方面嘅一個數據顯示。其實見到今年年頭到依家為止嘅話，恒生指數裏邊成分股當中表現其實比較突出嘅一啲嘅板塊係主要都係屬於一啲石油啊，或者係啲煤炭類啊，或者係一啲嘅儲能嘅電池，譬如寧德時代啊等等嘅呢啲嘅行業啊，呢啲股票當中，而一啲表現稍為弱少少跑輸大市嘅一啲嘅板塊咧，就係舊年大家可能追捧嘅一啲零售消費嘅一啲嘅行業板塊啦，一啲嘅消費嘅電網嘅一啲嘅平台啦，一啲呢類嘅板塊嚟講，所以見到其實整體嚟講嘅話，大家都會建議翻，可能即係會喺將今年嘅一個投資嘅主題咧，可能擺多咗喺一啲嘅能源嘅一個話題身上邊嘅。咁啊，呢啲就係我今年見到暫時嘅一個市場嘅主要嘅投資嘅主題嘅一個情況喺邊啊。咁啊，近排嚟講嘅話咧，咁啊港股呢邊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業績公布嘅高峰期，咁所以咧，我都請嚟我哋嘅同事啊 Michael 啊潘志陽先生咧，亦都會同大家分析翻近排有冇啲咩嘅股票啊或者板塊值得大家去關注嘅。Hello Michael， Hello Nicky 你好，你好啊 Michael，咁我同大家分析下你嘅近排嘅留意嘅一啲嘅焦點啦。好，睇翻港股啦，暫時都係即係繼續整固嘅狀態啦。恒指上個禮拜都跌咗300點左右，國指亦都跌咗超過100點嘅。咁暫時 technical 睇咧，恒指仍然係處於下降通道嘅位置啦。咁支持位我哋可以參考翻3月23號嘅低位24,200點嘅水平嘅。咁但係即係基本因素啦，咁都係好似阿 Nicky 頭先所講啦。咁暫時都係留意翻個中東局勢啦，因為個變化暫時嚟講都係好反覆，同埋都幾大下嘅。咁短線嚟講啦，可能有部分資金流入一啲就相對防守性比較高嘅股份啦。咁例如一啲高息嘅中特股啦。咁好似中資電信股嚟講啦，咁啊睇翻即係中移動啊、中電信近排公布業績都叫做相對比較穩定啲，咁啊行業風險就相對比較低嘅。咁波動市之下啦，亦都係叫做防守性比較高嘅股份。咁啊睇翻投資買點啊，就不外乎幾方面啦。咁第一當然係關注翻佢個股息率啦。咁始終個股價都調整咗唔少啊，咁所以拉動翻個股息率就回升翻。咁如果睇翻三大中資電信股啊，中移動、中電信同埋中聯通等等咧，股息率都
都介乎大概6至7厘左右啦，咁相信都有一定嘅防守力嘅。咁另外派息比率個方面啦，如果記得嘅話，中電信同埋中移動啦，管理層都提過啦，咁今年會將個派息比率會提升去到7成半嘅水平。咁啊睇翻中移動最近公布嘅派息啦，亦都係接近呢個水平嘅。咁至於盈利前景啦，咁亦都係比較穩定啦，同埋現金流強勁。咁至於風險因素嗰方面咧，當然要留意翻啦。其實就即係內地啦，咁就睇翻個電信股嗰個滲透率啦，咁個都相當之飽和，咁個競爭咧都幾劇烈嘅，咁令到後市個 ARPU 可能會壓力加大啦。咁另外就雲端運算啦，就 IDC 業務啦，咁都可能受到個即係宏觀經濟環境影響之下咧，咁都可能有啲放緩嘅情況。咁另外如果再睇翻中移動啦，上個禮拜其實都公布咗佢個全年度業績啦，咁基本上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啊盈利就1370億，按年跌咗1%，咁啊全年派息咧亦都係增長大概3% 左右啦，咁啊派息比率就近7成半嘅。咁啊前景展望睇翻管理層嘅目標啦，咁啊通訊業務收入咧希望有穩定嘅增長，咁另外算力同埋人工智能收入咧都希望實現比較快速嘅增長嘅。咁另外資本開支嘅方面啦，今年個資本開支預計會跌10%左右啦，咁其中通訊資本開支跌2成，咁啊算力資本開支就升6%啦，咁另外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就大概升2成左右，咁整體嚟講個自由現金流啊都係預計有比較快速嘅增長嘅，咁都有力支撐去派高息嘅。咁另外除咗中資電信股之外咧，另一個多市場比較留意嘅板塊，當然就係金礦股啦。始終個金價最近都回落咗唔少嘅。咁睇翻即係幾隻金礦股嚟講，譬如2899紫金礦業啦，佢本身都係黃金同埋銅嘅重點多金屬生產商嘅。咁啊理論上都係舊年啦，咁受惠翻即係金屬價格上升啦，同埋個產量增長。咁另外1818啦，招金礦業啊，券商都估計啦，咁今年都可能會有7成嘅增長啦，主要都係受惠翻即係比較高嘅金價。咁另外譬如1787山東黃金啊，2259紫金黃金國際等等啦，咁亦都可能會都係繼續會受惠翻即係金價嗰個產量上升嘅。不過留意翻譬如紫金黃金國際2259啦，咁佢3月底咧啲基石投資者個鎖定期啦，咁結束之後咧，咁可能都會有啲心理因素啦，咁可能會有啲對佢股價可能會有面臨一啲壓力嘅。咁另外即係其他同金屬相關嘅股份啦，譬如1208啦、五礦資源啦，亦都係受惠翻即係金屬價格上升啦，同埋個產量增長嘅。咁另外洛陽鉬業啦，預計都係有機會啦。如果個銅價戰爭過後有機會回升翻嘅話咧，咁佢都係另一間有機會受惠嘅公司嚟嘅。咁呢個就不妨可以俾大家參考翻啦 ，Nicky。唔該晒 Michael 嘅分享啊嚇，因為其實近排嚟講嘅市場咧，頭先 Michael 都提到啊，大家都可能會追求一啲防守性比較高少少嘅一啲行業板塊，咁當中大家值得去關注一啲嘅中資嘅電訊股啦，同埋一啲嘅金礦股嘅嚇。好，咁啊睇翻即係 Michael 分析咗啲個股之後啦，咁其實我呢邊嘅話咧，都想同大家分析下一啲關於嘅窩輪牛熊證市場近排嘅資金流嘅情況嚇。咁可能有投資者會問啦，即係可能我冇乜特別留意呢個市場，我亦都唔係特別話經常參與，咁點解要知呢啲市場嘅數據咧？咁啊，其實都想同大家講下，因為我記得我上一集嘅時候咧，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大概係2月中、2月尾嘅時候。咁啊，當時其實個市況咧都係27,000點附近，咁但係我從嗰個恆指嘅牛熊證嘅街貨分佈圖咧，會睇到，其實恆指嘅牛證下方重貨區咧，其實集中喺啲26,000啊，甚至再低少少嘅位置。咁其實當時都提醒翻大家其實可能市況有機會可能試翻一啲嘅即係可能低水平嘅位置嚇。咁所以見到今日嚟講嘅話咧，恆指亦都低開400幾點啦，亦都再嚟到翻24,000點附近嘅一啲嘅位置嚇。咁我所以想同大家分析翻，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恆指嘅牛熊證街貨分佈圖就係其實量度緊市場一啲短期嘅市場情緒嚇。咁睇翻個恆指個街貨分佈圖，而家嗰個重貨區喺邊咧嚇？咁其實睇翻
近排嘅市場方面咧，真係又係集中喺啲近期嘅低位啦。咁頭先 Michael 講緊話，即係作為早排嘅講恆指係緊24,200點附近，咁而家恆指牛證嘅重貨區咧，亦都正正喺24,200點附近嘅，咁嗰度咧差唔多有超過1400張嘅期指合約。咁其實睇緊恆指牛證係咪即係代表啲投資者睇翻好咧？咁其實反而大家要即係調轉佢嚟睇，咁反而當好多嘅重貨區集中喺牛證嗰度嘅話咧，咁大市方面如果一旦未能夠穩守嘅話，其實反而更容易係試翻啲近期嘅低位嘅水平。因為而家嚟講個恆指牛證咧佔大市差唔多係接近60%啊，咁40%到係恆指嘅熊證，咁所以主要嘅資金咧見到大家都係想搏反彈。咁所以有機會個市場可能一個逆轉，可能有機會再試翻啲近期嘅低位都唔定，所以建議大家可能轉身嘅時候要快啲咧，即係入場嘅時候，如果見到嘅市唔係好對類嘅，就翻啲指數嘅話，可能定翻一個止蝕位就比較好少少嘅。咁翻啲個股方面嘅話咧，我都同大家分享翻啦。咁其實近排嚟講，就頭先我開場白嗰陣時都提過一啲嘅石油相關嘅板塊。其實除咗頭先 Michael 分享過一啲嘅金礦股嘅板塊，值得大家喺今年去關注之外，其實石油股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一個行業嚟嘅嚇。咁其實見到當中嚟講嘅話，同油價相對比較直接有關係嘅就係譬如中石油啦、857啦、中海油啦、883啦、386啦、中石化等等，呢三隻其實都值得去大家去關注嘅。譬如我當今日就帶嚟咗一隻啦，857咁啊，其實見到857嘅近排嘅股價咧，其實都係相對比較穩健少少。係由之前9蚊啦，去翻即係11蚊附近啦，而且個股息率咧都係接近5厘左右嚇。咁所以喺翻啲嘅產品方面嘅選擇，咁投資者嚟講當然可以選擇翻857隻正股啦。咁但係如果想話用少少嘅槓桿去入市嘅話，亦都唔想話用太多嘅資金咧，亦都可以考慮翻即係857嘅啲嘅認購證。咁例如咧，我哋有隻27147嘅857嘅一隻認購證啦，佢嘅行使價就係13蚊附近嘅。咁年期方面嘅話咧，相對比較長少少，屬於出年嘅1月頭左右到期啊。槓桿方面嘅話咧，做到5倍，咁都係適合而家呢個市況，俾大家做翻一個中長線嘅一個部署嘅。其實除咗857之外咧，騰訊方面嘅話咧，其實亦都見到其實都係屬於近排嘅市場投資嘅一個焦點嚟㗎啦。可能大家頭先我開場話先，大家可能覺得今年嘅市場投資可能會關注喺啲石油類啊或者能源類嘅板塊當中，但係點解700近排咁多資金係流入佢嘅相關嘅好倉當中咧？其實過去嗰5個交易日咧，窩輪牛熊證市場差唔多流入嘅資金咧係超過6000萬嘅資金流入騰訊嘅，咁所以建議大家咧亦都可以喺低位嘅時候，可能分住去留意翻，因為你用正股去買騰訊咧，相對就比較貴啲，咁反而可以用嗰個槓桿買翻啲700嘅一啲嘅認購證。例如咧，我哋有隻27412嘅騰訊嘅 call 輪，行使價方面咧就係638蚊附近嘅，咁屬於今年9月份到期，槓桿大概做到8倍。呢類嘅條款咧就比較適合而家呢個市況。咁當然一個市況如果逆轉嘅話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啲騰訊嘅認沽證，因為始終佢係跟個市咧就喐到比較貼啲嘅。我哋有一隻嘅27140嘅騰訊認沽，咁行使價咧408蚊，咁屬於今年嘅10月份到期啊，槓桿做到大概係6倍嘅。好啦，咁我哋喺港股呢部分嘅分享就喺呢度啦。咁我哋而家就請嚟阿 Dave 出嚟啦。Hello Dave。Nicky 你好。係啊，Dave 梁宇康先生咧就係 HK Money Club 聯合創辦人暨獨立股評人嘅。Dave 咧，首先我都想同你傾下，我哋近排嘅美股都調整咗一段啦，咁點樣睇近排嘅美股嘅走勢啊？好啊，咁我睇翻其實美股啦，近期嚟講其實都係受累住呢個地緣局勢困擾啦。我哋睇翻其實標普500指數咧，其實已經係連續第5個星期下跌噶啦。咁自3月其實就明顯開始轉差啦。而家就其實跌穿咗舊年11月嘅低位啦，咁就係6521點。咁其實好大機會咧，繼續向下調整嘅壓力其實會加大嘅。雖然其實美國就講其實4月6號之前就唔會攻擊伊朗嘅一啲石油設施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就繼續攻擊緊其他嘅目標啊，咁局勢繼續惡化啦嚇。咁預期就霍爾木茲海峽咧嗰個嘅封鎖其實會加劇翻嘅。咁另外就更多嘅勢加入啦，咁好似頭先Nicky都講啦，其實紅海嘅航運其實都有機會受阻，咁令到啲石油啦嚇，同埋啲貨運其實都有機會影響。而家基本上其實超過20% 嗰個石油啦，再加埋啲天然氣嘅影響啦，其實都大家都擔心緊其實嗰個能源相關嘅供應其實會受阻啦，令到嗰個能源價格其實飆升。
再帶動嗰個通脹其實上升。而另一方面，其實美國經濟又差啦，令到其實美國就會陷入一個滯脹嘅情況，再繼而影響翻嗰個聯儲局貨幣政策咯。其實嗱，歸根究底，其實美股就最大影響啦，或者其實全球嗰金融市場受到好大影響，其實都要睇翻個美國嗰個貨幣政策㗎嚇。咁另外一點就係其實都要諗翻，其實嗰個特別係關於嗰個減息嘅預期，而家就令到大家嗰個減息預期其實係比較係調低咗好多，而家就樂觀啲就會覺得減一次啦嚇。基本上有好多其實而家覺得今年其實好大機會唔再減息。同埋另一點咧就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啦，其實早前其實喺議息會議之後，佢就講過其實內部其實都討論過會有一個加息個情況啦。雖然佢都強調翻呢個唔係一個基礎假設啦，其實但係都已經係嚇怕咗市場呢一點，令到嗰個市場個負面情緒其實係放大咗嚇。另一點其實係因為嗰個預期嗰個利率下調就跌咗啦嚇，咁所以其實變相啦，咁其實利率嗰個嘅預期其實係相對上嚟調高咗。咁所以令到其實私募基金市場咧嗰個融資壓力咧，其實亦都係大咗啦嚇。你再加上其實今年嚟講，其實會有好多嘅超巨型嘅 IPO 好似SpaceX OpenAI 呢啲其實都係嚟緊，其實都差唔多到啊。特別係 SpaceX 啦，好大機會其實都係年中其實就差唔多開始。咁所以而家就係市場負面情緒加劇咗啦嚇，再加上嗰個流動性又下跌啦，咁所以其實更加容易會出現一啲要錢唔要貨嘅情況。咁所以其實避險嚟講，其實比較係重要少少咯。我哋又睇翻啲指數嘅情況，你標普500指數啦，其實你失守咗其實舊年11月嗰個低位啦嚇，而家個支持位就要睇翻舊年2月嘅嗰個位噶啦，咁就係大概喺個6150點嘅一個水平，咁納指嗰個向下嘅調整力度就更加大嘅，因為你嗰個科技股嘅估值咧，同埋對呢個利率嘅敏感度其實相對上更加高。向下嘅支持你睇住20,100點呢個水平先啦嚇。道指啦，講埋咁，本身其實道指本身較強嘅，但係你去到3月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急轉直下噶啦。咁部分一啲比較防守性強啲嘅股咧，其實都要跌埋落去噶啦。如果喺現水平就大概45,100點呢啲咧，其實都冇支持嘅話咧，你向下望咧要睇翻43,500點咧，先至睇下會唔會揾到支持噶啦嚇。短期啲大市嚟講啦要睇翻其實我或者操作上嚟講啦，應該其實技術走勢行先嘅，優於呢個基本分析嘅，同埋我哋睇翻其實比較多人留意嘅美股七雄啦，其實除咗蘋果公司之外啦，基本上大部分咧其實係由高位啦，都係跌近20% 或者以上噶啦嚇。你再加上呢個利率調整預期，利率預期其實調整咗啦，令到整體嘅估值其實都會受到呢個壓力噶啦。短期我覺得留意住幾點先啦。第一點就係近1-2星期就避險為主啦嚇。咁第二點就係其實你睇翻其實標普500指數其實自歷史高位其實又唔係話跌好多9.1% 左右。你話年初至今其實都係跌6.7% 嘅啫。但係有一點好重要，就唔好俾呢個咧指數唔係跌好多埋俾咗嚇，因為我見自己度咧好多唔同嘅板塊咧都係分階段洗倉咗好似之前嘅軟件股末日論啦，令到好多軟件股其實跌咗非常之多噶啦。你係近1-2個禮拜啲記憶計股由高位仲跌咗唔少落嚟啦嚇，呢啲都係要留意翻咯。指數跌好似唔係好多咁，但係啲個股嚟講咧，或者啲板塊嚟講，其實跌得好急㗎嚇，都要睇翻嗰個嘅走勢，其實去做翻一個去留咯嚇。咁第三點咧就係其實黃金嗰個避險功能就弱咗啦，唔好就寄望黃金避險啦。咁反而啲能源高企咧，能源價格高企咧，可以睺翻相關嘅少量 ETF 去做一個部署啦嚇。咁同埋另外都要講埋啦。咁今個禮拜5其實就美國公布啲就業數據其實而家就相對差嘅就業數據嚟講咧，對股市先會比較好少少。因為聯儲局其實有2個最主要目標啦，一個就係控制嗰個通脹啦嚇，即係保持價格穩定啦。第二個其實就係最大化就業。咁如果就業數據其實唔係咁好嘅話咧，反而就令到啲人就覺得其實聯儲局嗰個加息可能性就相對上可能就冇咁急住啦嚇。另外最後都講埋啦，其實係而家向下調整嘅壓力就雖然較大啦，咁但係就要睇翻其實如果係過去可能3-4個禮拜之後啦嚇，咁大市又跌好多啦，你本身有冇倉位或者已經減緊倉啦。
可以睇翻當時嘅情況，睇下會唔會再做翻啲適當回調。但係當然都要睇翻當時嘅情況啦嚇。因為假如佢突然之間又達成啲協議嘅話咧，咁喺好大嘅壓力之後，又突然之間解決咗問題咧，好多時候啲股價會好大嘅裂口上升，你到時未必有機會補翻倉啊！呢點係大家需要去留意咯。咁但係最後啦，都要再強調翻啦，短期都係個避險因素為主，咁就技術走勢行先啊，然之後先睇啲基本分析啦嚇。我覺得而家美股啊，主要咁睇先咯。係啊，唔該晒阿 Dave 啊，頭先 Dave 個講得非常之精彩啊。咁其實近排大家都係一個避險嘅情緒比較高漲少少啊。咁個別嘅指數方面嘅話咧，其實大家即係參考性啦。咁啊，但係個別嘅行業咧都見到一個唔同嘅一個流動啊，或者係變動啊。可能有啲由之前嘅一啲嘅焦點嘅啲嘅網絡嘅板塊啊，可能流動到去其他嘅相關嘅能源啊，或者避險類嘅一啲嘅行業板塊當中啊。咁啊 Dave 方面啊，咁其實喺啲個股方面咧，有冇啲今日可以同大家帶來值得去大家關注下嘅咧？好啊。我覺得而家仲係留意啲個股嘅話咧，應該係 hold 翻啲嘅受惠於長期結構性利好啦，同埋其實有盈利能力嘅公司啦。嗱有兩隻其實我可以分享下嘅。咁啊，一隻就係電力相關股啦嘅叫做 GE Vernova 啦，股票編號就係GEV 啦。咁佢主力其實從事呢個電力設備生產啦、風電設備啦，同埋啲電力傳輸嘅一啲設備咁樣啦。咁因為其實你 AI 嗰個結構性需求咧，其實都唔會改變㗎啦。咁所以令到你嗰個電力需求其實相信都係一路會升咯。嗱，電力其實就係 GEV 其實最大最具護城河嘅業務嚟嘅。佢就主要生產啲燃氣機輪啊、蒸汽機輪啊、水電啊、核電嗰個嘅小型反應堆啊嚇，同埋都會提供一啲長期嘅服務協議嚇。咁喺嗰個重型嗰個燃氣機輪咧，其實喺全球嗰個商業效率嚟講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最高之一嘅嚇。咁核電就係一個未來嘅長期增長亮點啦嚇。雖然短期可能會有少少負面影響，我哋睇翻其實第四季啦嚇，咁佢其實電力嗰個訂單咧，其實按年升咗77%嘅嚇。咁電力嗰個設備嗰個訂單咧，更加其實按年增長咗154%。反映嗰個需求咧，其實都真係幾強勁嚇。咁同埋另一點咧，就係佢嗰個收入咧，嗰個服務收入咧，其實佔佢嗰個收入其實45%。即係意味住啲咩咧？其實佢嗰個如果佢嗰個燃氣嗰啲發電設備咧，其實交付嘅數量越多咧，其實未來嗰個服務收入其實都會跟住上升嘅。咁啊意味住其實可以維持住一個相對上穩定嗰個收入咯嚇。咁另外電氣化業務啦，係佢另外一個係佔對佢嚟講嘅業務貢獻，其實係好重要嘅一點。同埋而家其實係進入緊一個收入爆發性增長期間嘅。你睇翻第四季嗰個收入增長咧，其實按年增長咗32%嘅啊。咁主要受惠住一個開關設施啦同埋一個嘅高壓直流電一個設備嗰個嘅驅動咯同埋另一點就係好重要啦，因為訂單積壓入邊咧，其實佢新嘅訂單咧係較佢嘅舊啲訂單咧，相對上嚟講咧，其實係更加賺錢啊，因為可以加到減嚇。咁而家就變相咗，其實進入咗一個先鎖定利潤，然之後再陸陸續續係交付嘅一個過程咯嚇。同埋點解好多咧一啲超大規模嘅客戶咧嚇，特別係一啲雲端客戶咧，咁願意同佢合作咧，同埋偏好同佢合作咧，係因為其實佢係少數咧可以同時生產電力設備啦，同埋提供埋一個電力設備解決方案嘅一個企業嚟嘅嚇，即係揾佢一間公司咧，基本上所有嘢都搞掂晒嚇。而家就基本上即係全面就係嗰個訂單啦、收入啦，同埋嗰個利潤率都係全面向好噶啦。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咧，基本上係嗰個產能擴張啦，同埋啲風電設備咧，其實都集中翻喺下半年咧先至交貨，所以有機會咧其實係出現個業績咧係先低後高嘅情況。呢一點可能就會令到佢短期嘅個股價咧受到壓力啦嚇。如果個大市嘅有機會向下嘅話。去到睇翻技術走勢啦，另外就係其實佢嗰個股價其實去到而家就挨近翻現水平，就$850呢個水平左右啦。其實都已經去翻嗰個升軌支持噶啦。如果佢都守唔住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失手啦嚇。咁就向下就睇翻$780美元嗰個水平啦，睇下有冇支持，之後先再行考慮部署啦。當然到時又要睇埋大市走勢。另一隻我覺得可以去留意嘅股份就係大家都相對上熟悉㗎啦，咁就係台積電啦嚇。
因為其實你人工智能其實需求強勁都應該唔會改變啦，佢就係其中一隻最穩健嘅贏家股嚟嚇。咁唔單止係嗰個嘅收入增長強勁啦嚇，同埋嗰個利潤率嗰個改善亦都係持續改善緊啦。管理層嗰個預期其實都係一直都樂觀咯，相信其實應該唔會有啲咩特別改變。我哋睇翻佢嗰個第四季嗰個業績，其實都超晒預期㗎啦。咁業績點解好咧？其實因為嗰個領先製程嗰個其實繼續去加強咗啦，客戶需求亦都強勁啦。咁管理層其實都話其實應該係2026年，即係今年嘅第一季啦，其實繼續可以保持住。咁你先進製程嗰個嘅佔銷售其實都已經77%。咁同埋客戶其實繼續去向一個先進製程嗰個推進嚇。咁另外 AI 加速器亦都係貢獻好大啦嚇。而家嘅佔總收入其實一個高雙位數嘅百分比相信其實佢嗰個嘅需求其實仍然係會持續好勁嚇。咁點解疊字係好重要嘅？而家係揀股方面咧，除咗係嗰個收入同盈利增長咧，佢嗰個獲利能力大家都好重視啊。而家其實台積電咧，嗰個獲利能力其實都係繼續提高緊。我睇翻佢個毛利率咧，其實去到62.3%嚇。咁唔單止係超出翻嗰個公司預期啦嚇，亦都超出咗嗰個市場預期。咁主要其實受惠咗幾樣嘢啦嚇，一個就係成本改善另一個就係嗰個高產能嗰個利潤率啦嚇。咁相信其實佢嗰個內部其實繼續會改善緊，其實可以提高翻個台積電嗰長期嗰個競爭力㗎。咁未來其實管理層其實都係相對上樂觀佢都調高咗嗰個全年嗰個收入增長預期啦，同埋佢將2024年至2029年咧嗰個5年嗰個複合年增長率咧，其實都上調咗嚇，由原先預期嘅20%咧上調至接近25%嚇。短期嚟講，其實台積電就專注於改善嗰個短期生產力啦嚇，長期都係擴產噶啦特別係美國個方面嗰個產能方面。所以長期嚟講，其實如果你真係想揾一啲好穩健又受惠一個結構性增長，跟住又有盈利能力嘅股嘅話咧，咁台積電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嘅比較係相對上不二嘅選擇嚟嘅嚇。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嘅好重要嘅，短期嚟講咧，喺個股價其實都偏向受壓住嘅嚇。如果喺現階段水平守唔穩咧有機會就要向下調整多少少，要去翻300蚊嘅水平咧，先至有機會揾到一個支持。所以就唔需要太心急住啦嚇。咁最後分享完兩隻股份都要提一提啦嚇。假如啲手上邊持倉啲個股咧即係失守咗嘅支持位嘅話，咁不妨先止蝕先啦，即係見回穩嘅先至建翻倉或者保翻個倉位啦嚇。係現階段嚟講，操作上都需要注意嚴守紀律嘅嚇。咁大家注意啦。好啊，唔該晒 Dave 咁詳盡嘅分析啊。咁Dave 今日同我哋帶嚟咗兩隻嘅結構性長線係比較睇好嘅一啲嘅股票啊。第一隻就係 GEV 呢隻美股嘅代號，另外一隻咧就係台積電，大家比較熟悉嘅嚇。咁兩隻都係屬於防守性比較強，同埋基本因素或者係業績方面嘅話，或者手上面嘅訂單方面嘅話咧，都能夠證明公司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盈利嘅前景啊。咁頭先我抄低咗GEV 嗰個股價嚟講，如果跌到780蚊附近有支持咧，大家可以關注啊。咁台積電咧要有300蚊有支持咧，大家可以留意下嚇。好啦，咁今日嘅節目內容咧，其實到呢度差唔多就告一段落。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咧，首先問下 Dave 頭先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嘅咧？我持有住台積電嘅。好，唔該晒 Dave。Michael 咧，頭先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我冇持有嘅，唔該。唔該晒 Michael， 咁我自己本人咧亦都冇持有頭先所提及嘅一啲嘅股份嘅。好啦，好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中銀直播間嘅時段，我哋下一期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